一位家長喺呢日晚上就嚟12點嘅時候傳嚟訊息，話幫佢個仔約聽日嚟治療左膝痛。年青人喺病嗰日話遞起咗腳屈膝時痛，檢查咗患者因乜嘢動作令到膝頭痛之後，問佢近日嘅活動情況。對方告知5日前進行咗劍擊練習，當時冇任何唔舒服嘅感覺。喺練劍第日進行咗拉筋活動之後，就發生咗膝頭哥疼痛。阿 Q 當進一步問及患者做咗啲咩拉筋動作，可唔可以示範嚟睇？佢話做咗好多個動作，呢啲都係從手機 Apps 下載後跟住嚟做。阿 Q 當為咗要進一步了解呢啲係乜嘢動作，於是叫對方將呢啲拉筋動作圖片傳嚟睇。結果發現，這些動作確實可以容易引致椎體錯位。